SK2 AirTouch Foundation 顛覆傳統嘅粉底革命，以嶄新噴霧形式帶嚟好似新生肌膚一樣嘅修飾效果。New definition of perfection。AirTouch Foundation 有別於一般噴霧，並唔係利用氣體或者空氣壓力運作，佢係以帶有正電荷嘅粉底粒子，自然咁散佈喺肌膚上面，好輕柔咁緊貼肌膚。帶有正電荷嘅粉底粒子會自然咁被吸到較易帶有負電荷嘅肌膚上面，同時帶有正電荷嘅粉底粒子會互相排斥。所以粉底可以好準確咁緊貼肌膚，而唔會出現重疊情況。電荷粒子仲唔會輕易黐到其他乾性或者缺乏電極嘅物質上面，所以唔怕黐到乾嘅毛髮或者衣物。就算喺同一個位置再噴上粉底，粉底粒子都只會被帶到依然有負電荷嘅肌膚上，即係未上粉嘅位置。所以無論補幾多次妝，都唔會有唔均勻嘅情況。粉底唔再需要用海綿抹上皮膚，並且帶嚟自然均勻嘅粉底覆蓋。就算凹凸不平嘅地方，好似鼻翼位或者暗瘡印，都可以全面照顧。AirTouch Foundation 入邊嘅粉底粒子大細均一，可以均勻咁折射光線，令皮膚更加顯得柔滑光澤，質感通透。AirTouch Foundation 蘊含 Pitera， 配合保濕成分，就算化成日妝，肌膚依然水潤，唔覺得乾。AirTouch Foundation 以超卓粉底技術，為你重新定義完美底妝。打開粉盒，之後撳實喺兩邊嘅掣，將補充粉底嘅盒蓋揭開，確定已經裝上電池。拎出補充粉底包，揸實噴嘴，再向掌心位置對接成90度，然後將噴嘴壓向粉底包，直至壓實。跟住拉開噴嘴蓋，將補充粉底推入粉盒裏面，然後重新裝返粉底盒蓋，直至扣實粉盒。將轉盤掣轉去 Drop Mark 位置，將噴嘴向下指，一按噴霧掣，即刻有綠燈顯示。一直撳實噴霧掣，直至排出第一滴粉底液，抹走噴嘴上面多餘嘅粉底液，就可以開始使用。首先，幫皮膚搽上適當嘅護膚品同妝前打底霜，然後做重點化妝，例如搽胭脂或者眼影、唇膏同睫毛液喺噴粉底後使用。搽完之後，而家就可以開始噴 AirTouch Foundation。將轉盤掣轉去 On， 合埋雙眼同口，揸實粉盒距離塊面10cm 嘅位置，然後撳實噴霧掣，以左右來回嘅方法，將粉底均勻咁噴上全塊面。大約30秒左右，就完成初步嘅輕巧妝容。持續噴60秒，自然均勻嘅妝容就徹底完成。當粉底妝容開始變乾，可以用手背輕輕拍一拍塊面。如果感覺乾爽，即係表示粉底已經完全貼合肌膚。如果需要加強遮瑕效果，可以再噴粉底。
完成之後，將轉盤掣轉去 Off， 跟住將粉盒蓋閂埋。假如轉盤掣停留喺 On， 當粉盒蓋一閂埋，就會自動轉返去 Off。你可以利用等粉底完全貼合肌膚嘅同時，開始搽唇膏同睫毛液。每日用之前，先將轉盤掣轉去 Drop Mark， 擠出一滴粉底液之後，先開始用，咁樣就保證粉底可以好均勻咁噴出嚟。如果持續好多日唔用粉底，或者噴出嚟嘅粉底出現唔均勻嘅情況，可以將轉盤掣轉去 Drop Mark， 將噴嘴向下指，擠出5滴粉底液之後，先再開始用。革命性粉底概念。New definition of perfection. SK2 Air Touch Foundation